继续来到嘉义的港坪国小，昨下晡放学的时间发生着车祸，一台中型的货车驶真紧，直接为这个接送区弄入去，甲阮的学生甲家长拢受伤。其中一个9岁小男童双脚受伤变形，这小男童的阿姨脚骨嘛断去，连同货车司机3个人拢送上病院来救治。 下晡散学时间，嘉义市港坪国小的学校门外口人甲车真多，家长急要甲囡仔接转去。不过这个时阵画面正平，一台蓝色货车向未来车道弄去外车道，无打动啊减速，驶去离远道，甲囡仔含家长弄飞出去。当时车速是非常的快。 救护车赶来到现场，查甫囡仔坐伫咧涂骹，两支开血擦擦流，真侪所在挫伤。若来接伊的阿姨脚嘛挫伤，骨头断去，两个人拢伤得真严重。在初步的急诊跟外科部跟骨科医师的处理，就紧急到手术室去做清创手术，还有骨折的一个内部固定。 查封玻璃吹去，车头冒落去，会当看得出弄个咱真大力。不过是安怎货车会弄未来？驾驶甲警察讲，敢若是伊人无爽快。警方可能还要在医院那边再去做一些检测。货车弄到墙围了后停落来，若是弄到学校门外口，造成的伤害恐惊愈严重。加在查甫囡仔含家长送去病院了后无代志，不过囡仔散学的时间，常常有货车弄未来，嘛互现场全部的人拢惊甲呛冷汗。